大家好，我叫做陈科，我今年24岁，体育学系毕业的。演戏是舞台剧较济。是我的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一直在问我家己，我是偌想要做演员，就是我感觉家己足无好的。毋过因为有老师有大家，我就袂遐尔孤单。不紧张的。下来，可无为可无。很难眼前这伊的模样嘛变足济，伊的面孔如火太大，我印象中的伊无相像。我嘛足想要甲大家讲，平凡无要紧，毋过一定爱知影家己的特色。咱互相骗家己嘛骗对方，其实咱两个无熟。好看毋是一种尔，就是有爸爸款的人，所以阮会当演爸爸款的人。